恭讀路加福音11章42至46節。但係你哋有禍啦，法利賽人，因為你哋連薄荷、芸香同埋各種香料都獻上1/10，就忽略咗公義同埋天主嘅愛。呢啲係你哋應該做嘅，雖然其他嘅亦都唔可以忽略。你哋有禍啦，法利賽人！你哋喜愛會堂裏邊嘅尊位，喺市場上受人尊敬。你哋有禍啦！你哋好似唔明顯嘅墳墓，人哋踩咗上去都仲唔知道。一眾嘅法學士裏邊就有人應聲咁話：老師，你咁樣講，將我哋亦都侮辱咗喎。但係耶穌就話：同樣，你哋呢啲法學士亦都有禍啦！你哋叫人背負住難以負荷嘅重擔，但係自己連一個指頭亦都唔去碰佢一下。福音反省。喺今日嘅福音裏邊，耶穌佢嚴厲譴責咗法利西人同法學士，佢哋對外在嘅義務一絲不苟，就算係最細小嘅香草，亦都要繳納1/10。喺會堂裏邊爭奪上座，更加以驕傲姿態嚟去接受所有人嘅問候。但係佢哋就忽略咗最重要嘅，就係公義同天主嘅愛。耶穌將佢哋比作為唔明顯嘅墳墓，表面睇起上嚟好似好莊嚴，而實質上喺不知不覺裏邊就散播腐敗。呢個係一個嚴峻嘅真相。人可能睇上嚟好似虔誠，履行所有外在嘅義務，但係就偏離咗福音嘅核心。真正嘅聖潔唔在於表象，而係在於愛，在於對天主嘅愛同對近人嘅愛。耶穌同時警示世人千祈唔好貪求尊榮地位。法利塞人佢哋熱衷於上座同公眾嘅讚譽，但係人生嘅意義並唔係在於銜頭，又或者地位。佢就好似煎蛋卷一樣咁脆弱，今日高居頂位，而聽日就沉底。我哋嘅價值唔在於權勢名望，而在於忠心實踐愛同服侍。更加深嘅境界在於信仰絕對唔可以強加於人。基督教會係呼召，係對天主嘅愛嘅自由回應。強迫又或者騷擾他人，只係會招致抗拒，扭曲天主嘅形象。我哋嘅使命唔在於強加，而在於提出建議，而透過自身嘅喜樂同憐憫嘅見證，去展現福音嘅清新。就好似阿維拉嘅聖德蘭一樣，我哋蒙召超越外在嘅宗教形式，進入以天主為根基嘅內在生命。講到信仰嘅實踐，包括彌撒祈禱、11奉獻、敬禮等等，佢哋固之然重要，但係如果佢哋唔能夠將我哋轉化為慈悲、正義同謙卑嘅人，咁佢哋就只係空洞嘅儀式。法利塞人追求由人而嚟嘅榮耀，而德蘭就追求同天主嘅親密。法利塞人佢哋熱衷於被睇到，而德蘭就鍾情於隱藏喺祈禱裏邊。
耶穌召叫我哋追隨佢嘅道路，讓信仰真實，讓心靈唔受驕傲嘅玷污，讓生命以愛為印記。願聖德蘭幫助我哋記住，真正嘅聖潔唔在於被注意，而係在於完全屬於基督。